尊敬嘅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蔡建炳先生 JP， 各位嘉賓、各位傳媒朋友，多謝大家出席由香港互動事務商會主辦嘅第10屆傳媒轉型大獎頒獎典禮暨週年晚宴啦。一個獎能夠走過10幾年，每屆同咁多行業精英聚首一堂，我必須要承認當初都有啲天真同埋熱血嘅，做落真係唔簡單。好彩中間得到好多朋友嘅鼓勵同埋支持，不知不覺做咗10年啦。喺呢度咧，今晚都有啲新朋友啦，容許我長氣啲話當年傳媒轉型大獎誕生喺2012年，即係14年前。當年嘅傳媒轉型係咩概念呢？呢度好多朋友現職傳媒啦，仲有好多係之前做過傳媒，而家都轉咗型。咁大家應該都略有印象嘅。當年正值呢個社交媒體興起，傳統媒體面對新嘅挑戰，成立同埋營運社交媒體，點樣同社交媒體建立呢個 fan space 啦，做到多啲互動啦，實踐互動事務，即係 interactive marketing， 即係我哋會嘅名啦。傳媒轉型大獎就係喺呢一個時候誕生，初心咧係鼓勵傳媒機構喺當時變局中，勇於探索科技帶嚟嘅機遇，勇於轉型。咁10年過去咗啦。轉型並冇成為過去式，但係當年嘅新挑戰再唔係新事物，社交媒體亦都成為基本盤。傳媒面對更新嘅挑戰係新程式人工智能嘅生態下咧，內容生產同埋互動模式出現咗顛覆性嘅轉變，由內容真實性、編輯點樣把關、人機合作寫新聞、gen 新聞圖片呢類 AI 素養同埋治理嘅議題呢，其實到咗內容生成，為咗配合 AI 撮取資訊嘅 GEO 轉向趨勢，媒體業目前嘅面對嘅就係10年前所未見嘅深奧同埋全新嘅課題。所以咧喺第10屆唔止係大獎嘅里程碑，更加係啱啱貼合時代嘅步伐，鼓勵傳媒行業反思轉型嘅關鍵時機。我哋今屆嘅主題係閃耀前行，續寫新章 ，Grow and Grow Forward。大家見到喺 backdrop 上面呢個 Grow 字咧，其實係有個10字喺裏邊嘅，仲要係金光閃閃，係代表咗商會對咗業界美好祝願同埋承諾。面對住 AI 等創新科技帶嚟嘅新浪潮，我哋喺度同大家共同探索機遇，回應 AI 帶嚟嘅新挑戰，願我哋一齊開創新局。喺變革中發光，下一個10年做得更成功。商會一直以行動去推動創新，而唔係淨係講理念。去年我哋舉辦咗香港享譽品牌大獎2025 MIB Award 為例，我哋首度引入咗 AI 技術，協助品牌初選，結合專業評審團去做最終嘅評審。過去1年呢，我哋亦都先後舉辦咗2場以 AI 為主題嘅論壇，連結政府、科技企業同埋營銷專家，聚焦 AI 治理同埋素養教育，以及 AI 喺商業應用嘅實踐，協助業界掌握未來趨勢。踏入2026年，商會會喺更多層面推動 AI 嘅討論同埋應用，帶嚟新思維。希望等唔同年紀、背景同埋行業嘅大家唔止用到，仲要係用得更加好嘅 AI。請大家密切留意商會嘅最新動向。喺呢個10週年嘅里程碑，亦容許我喺度衷心感謝歷屆嘅評委、支持機構、媒體夥伴，以及多年來並肩同行嘅傳媒朋友。正因為你哋嘅信任，大獎得以持續發展，成為香港傳媒界具高度認受性嘅獎項，成為香港傳媒專業同埋創新精神嘅重要象徵。仲有要幫我哋俾掌聲一班為咗我哋呢個大獎準備咗幾個月嘅同事，多謝呢啲同事。我更加高興同感觸嘅係咧，頒獎晚宴慢慢成為每年度政府、學界、傳媒、企業期待嘅共聚交流嘅平台。我好相信咧，促進跨界別交流同埋合作咧，先至能夠加速進步、加速轉型。轉型係一個持久戰，祝願大家轉型成功、轉型愉快。我哋會同大家繼續同行、緊密合作，開創新時代新機遇。亦都希望大家好好享受今晚嘅頒獎典禮同晚宴。多謝各位。